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弟兄姐妹，我们起来祷告。主啊，我们亲近你，求你亲近我们。我们向你陈明心意，你必垂听。永恒圣善的上帝，你永远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求你以你荣耀的远向眷顾我们，使我们能在你的面前俯首下心，虔诚崇拜，获得你应许赐给谦卑之人的恩典。我们如此祷告，是奉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我们现在以新灵粮诗选第83首《真神之爱》来敬拜我们的主。新灵粮诗选第83首《真神之爱》，请起立。这首诗歌有3节，我们第2节唱完后有间奏。请仍然站立，我们以使徒信经作为信仰的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
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请坐。我们以起印的方式一起诵读上帝的话语，记载在诗篇116篇第1节到第2节，以及12到19节。请弟兄姐妹看投影片，私会与会众的起印和分配。诗篇116篇1到2节，以及12到19节。我爱耶和华，他既向我侧耳，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我要举起救恩的杯，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在耶和华眼中，耶和华，我真是你的仆人，是你婢女的儿子。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在耶路撒冷当中，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愿上帝的话常留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现在同心为以下的事项来祷告。我们为中东国家阿富汗，愿基督信仰能进入生活文化中，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信仰祷告。我们为台湾卫理公会北一教区祷告，为东吴安素堂徐秀荣牧师，并为教会奉献充足、牧者同工合一以及身心健康祷告。为今年即将升学的青年学子祷告，愿主预备合适的学校，帮助学生有美好的学习。我们也为天气进入夏季来祷告，求主使台湾夏季环境卫生安全，疾病瘟疫远离。我们一起以主教导我们的主祷文同声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一同来领受上帝的话语，由刘小平姐妹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课。今天的第一处经课记载在创世纪18章1到15节，在教会圣经旧约的第14页。翻到由我来为大家攻读创世纪18章1到15节，
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有3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行吧。”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你速速拿3细亚细面调和做饼。”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3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断绝了。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第2处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9章35节到38节，还有10章1到8节。马太福音9章35节，耶和华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第10章1节，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这12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还有他兄弟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腓利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吏、马太、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达太、笨税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耶稣差这12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人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地得来，也要白白地舍去。”以上是今天的经课。请听上帝的话，记载在罗马书第5章1到8节。罗马书第5章1到8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现在由教会诗班来献诗。今天所献的诗歌是上主确实在这地方。
现在由本堂的潘辉珍传道来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神救你的方式超过你所想”。我们把时间交给他。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啊，有没有跟我在读书的时候一样？因为我在读书期间呢，是一个完全不会拒绝别人的人，有吗？每次只要有人开口找我帮忙，然后我心里明明觉得累得半死，或者是行程排满了，但是我又想说，好不容易人家就是来拜托你了，然后你怎么可以那么没有良心，不去帮助他呢？然后我就会说啊，就顺手帮一下这样子。结果呢，我相信很多人跟我都一样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往往在这种不好意思的状况下，就是把自己的生活搞得最累、最崩溃。那时候呢，有针对就是这一类人有一个名词，3个字，不知道大家可以猜到吗？可以放我的投影片吗？谢谢。大家可以猜到吗？3个字，就是不会拒绝别人。那我听到了，烂好人。对，那我想请问大家，烂好人是坏人吗？不是嘛？那我当时在别人眼中确实是个大好人，而且我也觉得挺不错的。就是我当了这个烂好人之后，我朋友就越交越多，那我也很乐意继续当我的好人，但是不表示我现在就变成了坏人。那所以我就渐渐发现，当时的我只是陷在了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像个好人，所以逼自己去满足所有人的要求的恶性循环里面。所以在某次的读经当中，我就读到了罗马书今天的经文5章1到8节。那这段话呢，就像当头棒喝，一棒敲醒了我，因为圣经在这里揭开了一个非常准确的真相，在人世间，我不管多努力去当一个好人，不管别人说多少句我是好人，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字，念这个好吗？这个好，不论累积的再多再完美，在上帝面前都没有办法让我被神称为义。所以到底人眼中的好人和上帝眼中的义人有什么差别呢？为什么我们拼了命活出的好，在神的眼中却远远不够？而神又是用什么超乎我们想象的方式，把我们这一群根本称不上好的罪人，直接翻转成他眼中的义人？那我们今天就要来看这一节经文哦，来打破这些问题，看见神救你的方式超过你所想。那我们来一起念，那有黄色框的地方，那你就帮我大声的念，就是声量比那个白色字还要更大声。好，我们一起来念哦，请。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这段经文呢，有说到神怎么救你吗？他称义你，把你带进恩典。这个大纲还是有点悬吼，就是什么是称义，什么是因信称义。那因信称义呢，在原文里面，它不是一个宣告，也不是一个道德名词，它是一个法庭宣告。为什么是跟法庭有关呢？
因为保罗在罗马书第8章讲过这句话。那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请。谁能控告神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你们看到哪2个名词跟法庭有相关的？还有，对，控告。大家都不是色盲可以明显的看出我用那个有点金黄色标出那个字，就是控告和定罪。那都属于法庭当中会做的事，所以你的因信称义，你就要转到法庭当中哦。所以我要请大家想象一个画面，可以看得出来，这里有三个人，也不能说人，就是有3个生物吧。然后分别是什么？大家猜得出来吗？好，这个是一个宇宙的法庭哦。撒旦在原告席上，拿着你一生所犯的错误、自私、贪婪，一条一条的指控你，求法官判你死刑，而你坐到被告席上无话可说，因为那全部都是事实。所以大家知道撒旦在哪一边吗？对，然后有长长的卷轴，他不断的在控告你，然后你完全没有办法反驳，因为说的都是事实。但这时候最高法官，也就是我们的神，突然敲下法锤，宣告说无罪释放。我宣告这个人是义人。很简单，这个就是因信称义。它不是指你在一夜之间忽然变成一个完美无瑕的圣人，是你的法律地位被彻底翻转了。法官的宣判呢，没有当场改变你的性格和脾气，但他改变你在法律面前的身份。你从一个等待死刑的被告，在这1秒钟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由人。这就像是什么呢？你的银行账户原本因为罪彻底破产，而且还负债高达10亿，但因为你信靠耶稣，耶稣就把他那无限完美的义直接转账到你的名下。现在神看你不是看你的破产，他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完美财富来看你，所以他认定你是对的人。这时候你可能会问，那我需要多大的信心才可以拿到这笔转账啊？神学大师加尔文曾用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他说信心就像是一只乞丐伸出去接过面包的手。那请你想象，满足乞丐饥饿的到底是那块面包还是那个手？满足你饥饿的是面包还是那个手？我听到有人说手，就是你要去咬人家的手这样。其实是面包哦，手只是工具。所以同样的道理，救赎我们的是耶稣基督这块生命的面包，而不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本身没有救赎的能力，它只是一个管道。哪怕你今天来到神面前遭遇极大的风浪，你的手在不停的发抖，充满了怀疑，只要你这只发抖的手伸向的是正确的对象，也就是耶稣基督，那块救命的面包就会稳稳的放在你的手里。所以呢，只要是信的对象对了，你就得救了。在被宣告称义的这个身份上呢，我们没有信心程度上的差异哦，没有。一个刚信主对信仰还有满腹疑惑的基督徒，跟一个殉道的宣教士，在上帝面前被接纳的程度是完全一样的，都是100%。那你说，那我要信心干嘛？信心呢，只会影响你得救后的经历。如果你有大信心呢，你遇到患难你就有大平安。如果你的信心小呢，让你一遇到风浪你就容易惊慌。但无论如何，只要你抓住耶稣，你就立刻被称为义了。而且神给你这个义呢，超乎你的想象。它是指上帝看你为无罪，还是上帝看你为对的人？其实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话，我其实就是说，到底上帝看你是无罪的呢，还是你是对的人呢？你们觉得呢？无罪，无罪。
有对的人吗？还是两者皆是？对，皆是，两种都对，但层次不同。看你无罪呢，是消极的赦免，因为耶稣帮我们承担我们罪的代价，而且把我们的十亿债务直接归零哦。他赦免了你的过去，你不再被看为有罪的。那积极的宣告呢，就是看你为对的人。耶稣在世上活出100分的完美生命，当你信靠他，他的100分就直接写在你的考卷上，你就成了蒙神悦纳的神的儿女。所以呢，称义不只是上帝拿着橡皮擦掉你所有的错字，更是上帝直接拿着耶稣的完美考卷，在上面写上你名字的。所以呢，我们是无罪，而且我们是对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们可以进入现在所站在的恩典当中。这个进入这个字很有意思，就是一个平民啊，在皇宫的引荐人之下，穿过重重的侍卫，一直来到国王的宝座前。这个恩典是一个稳固和长期的状态，它包含什么呢？不再恐惧的和平恩典，字有点小，那我念给你们听。不被定罪的生命保障，在患难中仍忍耐的转化恩典，分享神自己的荣耀恩典。那前面3点呢？不再恐惧，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不被定罪，因为神并不会因为我们的软弱把我们赶出去。那第3点呢，是我等一下要讲的，在患难中要怎么样忍耐。第4个呢，分享神自己的荣耀，这个是终极的盼望。你可能会惊讶，神的荣耀不是单单归给他吗？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各位弟兄姐妹，上帝造我们，不是要我们在地上随便活而已。起初我们穿上的是上帝亲手设计，代表他荣耀的礼服。但因为罪，我们把这些衣服给撕碎了，弄脏了，我们活成了流浪汉的形象。但今天耶稣基督用他的命把我们买了回来，他不只帮你洗干净，重新收留你。圣灵现在天天在你的生命里动工，要帮你脱掉旧衣服，让你越来越有上帝儿女的尊荣品格。甚至上帝还跟你打包票，这份荣耀不只有现在的，未来的某一天，当历史完全消失，我们不止灵魂得救，连这个衰老、会痛苦、会软弱的身体，都要被神彻底翻转，变成100%不朽坏的荣耀身体。我们会面对面见到那位全能的神，永远沉浸在他的同在里。我就以因信称义这个来举一个例子。1941年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奥斯维辛的集中营发生了一个事件。那一年7月有一个囚犯成功逃跑了。我觉得这个囚犯还蛮厉害的，因为去过当场你都知道那个墙是非常非常的高，但是他逃跑了。所以纳粹呢，为了杀鸡儆猴呢，就随便要选10个人进入饥饿牢房，那就随便点名进入饥饿牢房要干嘛？活活的把你饿死。那就有一个一个就唱名，就说我要点到谁点到谁。忽然之间呢，有一个人就大声痛哭，他就说：“我的妻子啊，我的孩子啊，我再也见不到你们了。”那个是一个想要见妻子、想要见孩子的一个父亲。那这时候呢，有一个人站了出来，他叫做科尔贝。那是一个50岁左右的人，他走到纳粹军官面前，那所有的人都愣住了，没有人知道他想做什么。那科尔贝平静地说：“我愿意代替那个人。”军官就很错愕，因为在集中营呢，他看过为了一口面包互相争夺，看过人为了活命出卖朋友，但他从来没有看过人要主动的为人去死。军官问他：“你是谁？”科尔贝回答说：“我是天主教的神父。”最后军官同意了。所以呢，那位有妻子有孩子的父亲就被带到队伍里面。
科尔贝神父则是代替他被送进基尔牢房。接下来的日子，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因为没有食物，没有水，所以基尔牢房里面一个人一个人的死去。但是幸存者后来见证呢，在那个黑暗的牢房里面，常常传出来祷告声、赞美声。科尔贝没有抱怨，没有绝望，他用信仰陪伴那些即将离世的人。几个星期后，当其他人都死去的时候，科尔贝还没有死去。最后呢，纳粹呢就用毒针结束了他的生命。那就在1941的8月14号，他死了，但那位被他救下来的人活了下来，他活着走出集中营。战争结束了，岁月过去了，那位原本被判死刑的那位父亲，他活到了90多岁，而且他一生到处做见证，诉说这个神父怎么救了他。当我读到这段历史，我想到一件事：科尔贝没有犯罪，他没有被点到名，他本来不用死，然而他却主动地站出来，替另外一个人承受死亡。这正是福音的核心。科尔贝救了一个人的肉体生命，但耶稣基督救的是全人类永恒的生命。科尔贝替一个人走进饥饿牢房，耶稣却为全世界走上十字架。再来，神怎么救你呢？神熬炼你，使你生出盼望。当我们经历了因信称义的恩典后，人生是不是就此天色常蓝呢？告诉各位在座的基督徒一件事情，刚好相反。保罗在罗马书5章3节给出了一个震撼的宣告，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请。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这个有点不符合人性，因为遭遇病痛、经济危机、人际关系的打击，我们躲了都来不及，怎么会欢欢喜喜呢？除非神在患难中熬炼我们的方式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首先，我们要厘清什么是圣经当中所说的忍耐。在希腊原文中，它不是被动的无奈的躺平或咬牙苦撑，而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主动式忍耐。著名的巴克莱教授曾说，他不是那种只能低头流泪、任凭风暴摧残的消极能力，而是一种能将最严酷的背十字架历程转化为荣耀前进的主动力量。很绕口，但是呢，我跟各位解释，被动的忍耐呢，心思你只会看着你的痛苦还有环境，但是主动的忍耐呢，眼光呢是盯着上帝的心意和结局。我再说一次，被动的忍耐呢，心思呢只看着环境与痛苦，觉得自己是环境的受害者。但是呢，主动的忍耐呢，眼光呢却是盯着上帝的心意和结局。当你清楚知道这场苦难的背后有神的手在雕刻你，你就能拿回环境的主动权。在现代生活中，我们要如何活出这种主动的忍耐呢？我们一起念这3个，请。主动定睛，主动顺服，主动赞美。定睛呢，是痛苦来袭的时候，人本能会问神是不是不爱我了？主动的忍耐呢，是刻意踩刹车，把眼光从感觉移开，天天对自己的心宣告那不变的爱。主动顺服呢，许多人为了逃避痛苦，会选择走世俗的捷径，用不公义的方法解决问题。但主动的忍耐却是拒绝妥协，宁可在痛苦中继续做对的事情。主动的赞美就像圣经的保罗和希拉一样，他们在监狱的深处，却在半夜大声祷告唱诗。主动的忍耐，哪怕着带着眼泪，依然选择开口唱歌，选择去服侍身边最软弱的人。保罗说，这种主动的忍耐呢，能够产生出老练。老练呢，在现代中文译本被译为品格还有毅力。所以也可以说，
忍耐生品格，忍耐生毅力。这就像灵命的重量训练。当你第一次挺过这个患难的时候，第二次风浪再来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惊慌，因为你的生命已经长出相对应的肌肉记忆。而这种长久的面对患难的行为模式，最终会生出盼望。这里的盼望，如果你只停留在现实层面，会非常危险。因为如果你坚持了很久，但环境一直没有好转，疾病也没有得医治，这种盲目的乐观就会崩溃。所以圣经里的老练生盼望，焦点不是相信环境一定会变好，而是这位爱我的神是全能的，他既然在过去的风浪中保护我。我们一起来念这句话，请。不论前面的路有多黑，他也绝对不会撇下我，他一定会对我的生命负责到底，带我平安抵达终点。这才叫不落空的盼望。在漫长的坚持当中，你不断的经历上帝微小的恩典，可能是弟兄姐妹的一句安慰的话，可能是灵修时候突然来的平安。当你走过一切，回头一看，你会恍然大悟，原来神从来没有撇下我一个人。在我最痛苦的时候，他的手一直拉着我，把我们从一个听过神的人，转变为一个亲眼经历神同在的人。最后保罗宣告，盼望不至于羞耻。这有他的历史背景哦。这句话在当时的罗马社会具有排山倒海的震撼力，因为当时罗马帝国是极度讲求荣誉和羞辱的文化。在罗马人的眼中，基督徒所盼望的救主呢，是一个被处以极刑的帝国叛乱者。基督徒因为不拜皇帝，这就是耶稣对别迦摩教会所说的撒旦的座位，被整个社会排挤、边缘化，甚至财产被夺。异教徒嘲笑他们说：“你们放弃了罗马的荣耀，就换了这样的惨状，很可耻。”但保罗在最深的黑暗中发出信心的宣告：“你们对耶稣的这份盼望，在上帝的终审法庭，绝对不会让你们丢脸。”弟兄姐妹，这就是神熬炼我们的方式。他没有拿掉你的患难，但他借着患难把我们雕刻得更像耶稣。在上个世纪呢，大家应该都有听过这个故事。中国有一个非常传奇的女传道人，她名叫蔡淑娟。她年轻的时候受过很高的高等教育，满怀热情的四处传道。但是就在她30多岁的时候，她就染上一种怪病。然后他这个病呢，夺据了他的健康，他会极度的感到神经疼痛，而且呢，他的眼睛呢完全没有办法见到光。那只要一点微弱的阳光或者是灯光照到他，他的眼睛就像被火烧一样，全身剧痛，然后他的全身就会像触电一样的痉挛呕吐。所以为了活下去呢，他不得不把自己关在一间完全漆黑，连一丝光线都透不进来的绝对暗室里。你知道这一关了几年吗？你们猜猜看，关了几年？53年，很接近了。他关了50年，他关了50年，在这个完全没有光线的一个暗室里面。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坚持了几个月、几年，疾病都没有好，我们大概早就崩溃了，对吧？但是呢，当时很多不信主的人都嘲笑他、讽刺他，连一些基督徒都怀疑他：“你不是为主大发热心的传道人吗？神怎么没有医治你呢？你整天躺在黑漆漆的棺材房里，这不是上帝的羞辱吗？”如果蔡淑娟的盼望呢，是环境一定会变好，她第1年可能就会疯了。但她在这漫长的黑夜当中，被迫进行了灵命的重量训练。到了最后，奇迹发生了，她的身体虽然没有被医治，
但那个充满神同在的暗室，成了全中国、全世界最明亮的地方。几十年来，成千上万个在战争、痛苦、绝望中想自杀的人，都来到他那个漆黑窄小的房间里面。人们坐在床边，看不见蔡淑娟的脸，却听见她从黑暗中发出无比喜乐、充满能力的声音。她为每个人祷告，讲述神的信实。连国际知名的大布道家格里汉牧师都曾特地的去探望他，从他身上感受到属灵的力量。他后来写了一本自传，大家可以去看，网络上应该也有，就叫做《暗示之后》。最后，神怎么救你呢？他爱你，甚至为你舍命。我们来到今天讯息的最后一个部分，我们先看见了神给我们的新身份，也看见了神在患难中熬炼我们。这时候，我们心中一定会生出一个疑问，就是神为什么要对我们那么好？这份爱的确据到底在哪里？保罗在第6节一开头呢，他就讲说，这个投影片没换成功。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呢，基督照所定期的日子，为不敬虔的人死。这个是新译本的翻译，本来是为罪人死，但是他新译本翻译是为不敬虔的人死。大家特别留意，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这个软弱这个字呢，字面意思是没有力量、重病。保罗不是说我们感冒啊，或者是疲倦啊，或者是不小心跌倒，不是，他是在描述我们在罪中的真相。我们在灵性上遭到了彻底的瘫痪，这是一种极度的无能。面对上帝圣洁公义的要求，我们完全没有能力救自己。面对罪恶与自私的捆绑，我们也完全没有力量挣脱。我们就像一个躺在重病、奄奄一息，连一根手指头都抬不起来的植物人。保罗甚至用一个层层递进的侍从身份来拨开了我们的不堪。这4层身份是什么呢？第6节说到我们是软弱的，毫无自救能力。同节又说到我们是不敬虔的，心中根本没有神。第8节更直接指出我们就是罪人，生命满了过犯。到了第10节甚至说我们本来是神的仇敌，在跟神作对。耶稣来到世上，不是因为我们已经表现得差不多了，他只差临门一脚来拉我们一把。耶稣乃是在我们最糟糕、最无能、最污秽的时候，就决定为我们死了。保罗在第7节呢，也说了一句很真实但也很扎心的话：为义人死是什么？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这里的义人跟我们在旧约看到的义人有什么不一样？在旧约里呢，我们说到的义人不是指一个完全没有犯罪、道德完美的人。旧约的义人呢，有软弱、有失败、有过犯，但因为信靠上帝，被上帝算为义。你们可以举出有哪些人吗？我先举挪亚，还有谁？亚伯拉罕，还有呢？大卫算吗？算嘛，大卫。所以呢，他们不是没有瑕疵你去看圣经，他们瑕疵一堆，他们会犯错，会跌倒，甚至犯大罪。但是上帝因为他们的信心，他们就被算为义了。可是保罗在这里的第7节所说的义人呢，不是神学意义上的义人，而是当时一般人连非信徒都可以了解的义人，就是那种在社会上很正派啊，很守规矩，让人挑不出毛病的人，但他可能诚实守信、公事公办，但未必特别温暖、特别亲近。我们尊敬他，但是如果你要我为他去死，说实话，愿意的人很少。那什么是人呢？就是好人。他不止正直，还带着爱心，还带着温度的人。
他不只守规矩，还愿意把好处分给别人。这样的人更容易讨人的喜欢，甚至让人愿意为他做一点什么，冒一点险。可是保罗在这里说的重点不是人有多好，而是人其实很有限。我们的爱常常是有条件的，我们比较容易爱那些可爱的啊、值得爱的啊、配得爱的人。可是神的爱不一样，就是在我们最不可爱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了。所以罗马书的5章7节不是在讲人有多伟大，而是在铺陈神有多伟大。人最多愿意为一般眼中的义人、好人付出，但是耶稣基督却是为罪人舍命。这个就是福音最震撼的地方。今天我们坐在教会里，很容易产生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幻觉，觉得我每周聚会奉献，不做奸犯科，不去偷窃，算是一个好人或义人吧，所以神才救我。但今天这段经文要彻底打破我们的骄傲，在上帝及其圣洁的光照下，世上根本没有真正的义人和好人。世人眼中的义人，不过是比较会隐藏过犯的罪人；世人眼中的好人，也不过是个比较会道德包装的罪人。我们在神面前，全部都是灵性瘫痪的罪人。今天聚会结束后，当我们走出荣光堂这个门，我们又要回到那个极度讲求条件、表现、利益交换的现实世界了。明天到了公司，你的老板可能还是会看你的业绩，来决定要不要给你好脸色。你回到家里，甚至连你的家人都要看你的表现，才决定要不要爱你。但在这一切环境的雨天和晴天当中，请你抬起头来，看看十字架，对你的心宣告说：看得到吗？如果看得到，我们一起来念，请。主耶稣爱我，不是因为我做对了什么，他是在我最烂的时候就为我死了。我的身份是他给的，我的考卷是他写的，我这辈子遭遇的每一场风浪，他都亲自在为我掌舵，他也绝对会对我的生命负责到底。所以你不再需要委曲求全的去当一个烂好人来换取别人的认同，因为耶稣基督里，你已经是那得到100分天父拥抱的真义人。这就是神拯救你的方式，这份爱永远超过你的所求所想。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称义我们，把我们带到你的恩典之中。谢谢你熬炼我们，使我们生出永恒的盼望。谢谢你爱我们，甚至愿意为我们这样的罪人舍命。我们相信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使我们在患难中磨练出属灵的肌肉，让我们亲自经历到你的同在。求主引导，且使我们知道，无论我们遭遇到多大的苦难和患难，我们都知道你会亲自掌权，也绝对会对我的人生负责到底，因为你就是看我们有单纯的信心，而称我们为对的人。我们相信你救我们的方式绝对会超乎我们所求所想。愿主使我们在平凡的生活中都能够经历到主你这样的恩典。这样感谢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谢谢潘传道为我们阐述神话语中的启示与真理。现在我们一起来用诗歌回应主的爱。我们唱心灵粮诗选第413首《每一天》。这首诗歌我们唱第1节、第2节后间奏，再唱第3节。弟兄姐妹请起立。心灵粮诗选第413首。
我失恋。我依靠天父周详的供应，我不再空云与挂念。他的心源自无可测度，每一天都有最好安排。不论忧或喜，他慈爱显明，劳苦中他赐安泰。每一天主自己与我相亲，每时刻私下格外怜悯。我考虑主愿安慰与担当，他的名为测试与艰难。他的路战斗，他热心亦要成全这事。你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这是他向我引信。帮助我，当我在困难危急，让我全心信靠你应许，让我享受你安慰的甜蜜，教导我你神圣的言语。牵着我，就像自负的手，每一天每一刻非时无影，当我走进应许之地。弟兄姐妹，请坐。现在我们要收纳基督徒的奉献，我们请司献的同工到台前来。如果您还不是基督徒，或是您还不清楚奉献的意义的话，请先保留您的金钱，让奉献袋从你的面前经过就可以了。万物都是从主而来，让我们以感恩的心回应上帝的爱。我们一起来祷告。赏赐丰富的主，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尽我们的心思力量，奉献金钱，愿教会用于各样事工及宣扬福音，使之用得合宜，荣耀你的尊名，让众人得着益处，复兴教会。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唱《向主献成歌》。
好，我们今天有新来的朋友在我们中间吗？好，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彼此问安。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耶稣的眼睛，有耶稣的光明，因着耶稣方向有我的生命。梦想生命的喜悦，光在主怀中遇见，因着耶稣丰盛丰盛的恩典。请起立与大家彼此拱手问安。现在由我来报告教会消息。本主日崇拜后，于12点40分在201教室将召开6月份的执事会，请执事同工留步参加。本周的星期五6月19号是端午节，教会办公室休假1天。那6月20号将恢复开放，请弟兄姐妹能够知道这件事情。本堂61周年的堂庆将于6月21号举行，当天呢也将举行转入礼以及颁发红本师资证书，请弟兄姐妹为教会进入新的季节来关心祷告。那当周的成人主日学课程暂停1次，我相信我们有1半以上的班应该是今天就是最后1堂课了啊，请大家留意。小组长会议将于6月21号，就是下个星期的主日崇拜后来召开，请各小组的小组长预留时间留步参加。那我们的暑假就是7月到8月当中的每个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11点半，在教会1楼的副堂要开始台语的读经班，内容将读旧约的路德记，还有新约的雅各书，欢迎报名参加。要报名的弟兄姐妹请洽陈伟文牧师。本堂的徽真传道以及青年要参加总会青年事工 MYF 夏令营，时间是在7月16到18号，请关心代祷。我们教会将在7月25到26号举办暑期儿童夏令营，还有青少年的 AI 营，已经开始受理报名，到7月5号截止。那么今天之前，如果你报名的话，可以享有早鸟优惠。请弟兄姐妹邀请儿童及青少年来参加，并请为这个夏令营来关心代祷，还有奉献。那奉献的时候，请你要注明为教会的青少年夏令营来奉献。为了教会复兴守望，邀请弟兄姐妹实体来参加礼拜4晚上7点半的查经祷告会，为教会的各项事工来关心祷告。我们新一季的插花认献表
还有7月到9号的主日服事轮值表已经张贴在公布栏上，请弟兄姐妹前往关心，并且为此代祷，还有奉献。总会的建堂消息，请弟兄姐妹为总会宣教大有所需的建款来祷告，求主赐下充沛的资源何其使用，并且让有感动的弟兄姐妹持续为总会宣教事工来奉献。要奉献的话，请要注明为总会建堂奉献。那成人主日学，欢迎弟兄姐妹在会后能够前往各班参加。我们的班级老师以及上课地点如下，大家自己参考。那请问牧师有补充吗？弟兄姐妹，牧师这边做一些的补充跟报告啊。那虽然我们不一定要像总会这样要这个建堂才能宣教了啊，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做宣教的事工。好，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也关心我们的教会的一些的宣教的事工，包括我们在地的我们的一些夏令营，或者是我们的儿童的这些营会。那求主带领，让我们的这些营会可以顺利的进行。那特别我们在7、8月的当中，我们暑假的当中有这些的青少年的营会啊，那请弟兄姐妹我们更多的关心跟祷告啊，所以感谢上帝，如果有这个传道或是其他讲员来讲的时候，我比较有机会可以到儿童跟青少年的牧区去关心啊。那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孩子们日渐的增多在我们教会里面，那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也是我们卫理公会的祝福。因为我们卫理会已经很多堂会，甚至没有儿童主日学跟青少年的团契，那期待我们的儿童跟青少年能够更多的加入到教会里面来，让我们的教会能够生生不息，能够有不断的有活泼跟朝气在我们的当中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更多关心在暑假当中的一些的营队跟营会，那也保守我们这些的带领的传道人或者是我们的这些辅导，他们都出入都平安。那也为我们在暑假当中，我们也会有一些的我们自己堂会的办的一些的读经班像这个台语读经班也是一个大家可以来参与，或者是来就是来上那我们的有一些的这个台语的一些的怎么样来读圣经这些的方法跟方式让我们可以在暑假也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假期的时间，给自己有一个好的时间来读经。来读上帝的话，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上帝的话能够美好进入在我们的当中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更多的关心跟祷告。那我们的林老师也开了一班这个布道班就是个人布道，或者是你要这个叫做要去这个传福音的训练。那请弟兄姐妹如果有意愿也想要来学习的话，也跟我们的林老师来做这个报名我们的季博老师他会跟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教导跟上课。那我们今年也有一些的年轻人要升学，那我们也为这些要升级的升学的这些的孩子们祷告求上帝来带领。最后我们在下个礼拜请大家记得我们的61周年的堂庆，去年是60周年，今年是61周年。好，那我们的真正的生日是1965年的6月25号。6月25号才是我们的教会的生日，但是因为65号在周间，所以我们是21号我们就提前来举行。那请弟兄姐妹我们关心祷告，那我们有一些的预备的一些的堂庆的节目活动，那我们的崇拜执事有预备这些的安排，那期待我们能够一起来参与在我们的当中，一起来为教会庆生。那我们的如果6月份跟教会一起生日的弟兄姐妹也是有福气了我们就一起跟教会一起过生日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下个礼拜请记得为我们的教会的61周年来祷告，求主带领，让我们从60开始出发，61一直进入到一个新的季节跟世代里面求主来带领。以上谢谢。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来唱3-1颂。普天之下万国华丽，金山赞美如此山林，三会一体同荣同增，万有之源，万古之根。
陈牧师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使命，到各个地方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将祝福带到各个地区。愿你恩待我们，无论我们在家中、工作上，在我们任何的地方所在之处，祝福都随着我们，使我们成为蒙福的人，也成为使人蒙福的人。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颂。请坐。在订阅中，请为今天的报告事项与需要的肢体来代祷。有病痛、忧伤的弟兄姐妹，欢迎到台前来，牧师要为您祷告。